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大唐的猪肉、三马精的争议，继续来探烧，是毋是要邀请到行政院长陈建仁到立法院来专案报告？调也是继续争论，唔肯来退让。啊，立法院长韩国瑜再起来主持着政党协商，也是无结论。啊，立法院再起嘛来举办着新春的团拜，由院长韩国瑜来主持。伊致辞的时阵，讲伊家己是新党澳，未来不管是大党或者是小党的声音，拢会来尊重。韩国瑜嘛，甲立法院的职员来发声，讲每一个单位的螺丝拢爱加好按。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徛几排互相恭喜，由立法院长韩国瑜、副院长江启臣带这立委迎接新会期。讨一个好格调送柑仔，强要将规人全咧赶去，展现真性情，还是讲伊嘛会听三党的声音。这是国瑜第一次担任立法院院长，希望大家可以把我看成新同学。每一个单位螺丝一定要拴紧。不教而杀，当然谓之虐。讲是新党澳，要我讲话正当，那那个党团嘛先礼后兵。刘董超，好朋友，手下留情，好不好？常来常往，好不好？我希望这个地方就是实力久一点，不要等一下投票进去的时候就开干，好不好？毕竟开机了后，到一个大议题，南亚提案的临时会邀请陈建仁到立法院做三把钟的实案报告。韩国瑜甲拍回去，改做今仔日的政党协商，国民党立场伫遐超袂平，民进党已经发出加急的动员令。建请，如果各党团同意接受的话，是不是在明天20号啊，立法院正式开议的第一天呢？那必须对议员负责，而且在2月底以前要来备询，这宪法规定法。执行刑法都有规定，目前没有这急迫性必要。那咧高峰，过充满加入战局，质疑哪赢协商是做表面功夫。竟然有协商结论啊，先预拟好了，很多。对，是。那台湾民众党没有办法接受，绝对不是好像都已经做好一个什么一个坑一样的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！千万不要误会，这样就。任来第一摆主持政党的协商，要安怎去瞧？韩国瑜是一粒头两粒蛋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